第六章，阮甲上帝同工诶，也考劝恁，毋通空空受伊诶恩典，因为伊讲，伫悦纳诶时阵，我应允恁；伫拯救诶日子，我拯救了恁。看，现在正是悦纳诶时阵，现在正是拯救诶日子。阮凡事拢无互人有妨碍，免得即个积分互人诽谤，反倒伫逐项诶事上表明家己是上帝诶找用人，就亲像伫真多诶吞忍、患难、丧凶、困苦、鞭拍、监禁、扰乱、困劳、警醒、无食、廉洁、知识、行忍、温慈、圣灵诶感化、无假诶疼心、真实诶道理、上帝诶带领、仁义诶兵器，伫左伫右，荣耀、凌辱、好名、歹名，似乎是有害人诶，却是诚实诶；似乎无互人所知，却是人所三甲知诶；似乎是要死诶，却是活的；亲像受责罚，却是未到失落性命；亲像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；亲像丧凶，却是互真侪人富足；亲像一无所有，却是逐项拢有。哥林多人啊，阮向恁喙是铁开的，心是宽宏的。恁话对原不在乎阮，是在乎家己的心肠话对。恁也着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。我安尼正亲像对家己的囝儿讲的。恁甲毋信的，原无相配。毋通同白一个担，义甲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甲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甲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甲无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上帝的殿甲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阮是永生上帝的殿。就亲像上帝捌讲，我要伫因中间徛起，伫因中间来往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佫讲，恁要紧伫因中间出来，甲因分别，毋通目无清气的面，我就收纳恁。我要做恁的爸，恁要做我的囝儿，这是全能的主讲的。